后来为着要来提升着红茶的品质，这茶农是用人工来经茶米。 唔那浪费时间，这个工钱换来真贵。南投鱼池乡农会争取到农委会补助，采买一台日本进口价值680万的茶叶色选机，一来会当省人工的成本，二来嘛会当来提悬着茶叶采选的效率。 第二前期间，鱼池乡农会争取到农委会经费来买680万的电脑茶米色选机，除了会使提升经红茶的效率，嘛会使提升红茶包装的品质。伊吹出来的风是干燥的，安尼才袂造成讲咱咧敬茶的时阵会互咱的茶受潮，所以讲咱即个敬茶机敬完以后，咱的品质会整体提升。 未来启用了后，会使省钱佮省工，对茶农是真大福利。 经过刺激了后，茶农嘛讲，咧景的效果真好。这电脑电子比手工来讲诶，省真侪时间。较早是拢爱用人来景，工资较贵，咱农会争取这个福利，互咱较省。鱼池乡农会争取到先进的机器，除了会使服务到农民，嘛会使提升民众啉红茶的品质。